呢一種嘅恐懼感係比較哲學啲嘅，我哋叫稱為對虛無嘅恐懼。嗱，虛無咧本身唔係一樣嘢，所以早期有個古希臘嘅哲學家叫做Parmenides，咁佢話咧我哋只能夠思考到 being， 即係思考到有，而唔能夠思考到 nothing 嘅。nothing 咧，真正嘅 nothing 咧就係一無所有。甚至我哋一提到 nothing 嘅時咧，已經係 something。咁而無咧本身係象徵住一種黑夜啊，一種虛無感啊、恐懼感。為何人類會有呢種嘅想法咧？咁我哋話大概好可能係一方面係生物本能，我哋喺黑暗裏邊失去咗嗰個坐標嘅時而產生嗰種危險感。但係咧死亡嘅恐懼感咧，用呢種無去表達咧，更加多係因為我哋嘅想像力。我哋想像力感覺到自己存在咧，呢樣嘢咧係好 substantial 嘅。我一定係我嘅，我每朝起身都係我嚟嘅。但係我哋冇辦法想像自己消失嘅。我哋可以見到他人消失、他人死去，但係好難想像自己死後一無所有嘅。即使有啲好科學家嘅人咧，覺得係話死後咧就冇咗意識，咁因此就唔再存在啦咁。但係佢仍然咧有一種好奇怪嘅聯想裏邊，會唔會佢化除咗能量咧，化除咗某啲something嘅嘢咧咁樣？咁呢個雖然唔再係我，但我仍然係something嘅。知道我哋好怕無知所以我哋成日要知道啲真相。因此咧，呢度引申一個哲學問題裏邊，點解人類追求真理咧？真理咧其中一點咧，係喺生物上，我哋就有一個咁嘅要求，需要知道嗰樣嘢嘅真相。所以我講課方面咧，盡量講多啲知識，或者涉及啲生活上嘅知識、存在嘅知識，多過係純粹係學理嘅知識。好似啲無知感裏邊，我哋 apply 到咧就係，如果你想移民咧，其中一個焦慮裏邊就係你唔知道去到英國啊，或者去到紐西蘭啊，其他地方住嘅陣時，適唔適應咧咁？咁一個問題裏邊，你成個禮拜咧都會囉囉攣嘅。我哋唔係去旅行啊嘛，而係我哋想去定居啊嘛，甚至去台灣咁近都好，咁我哋都會感覺到會唔會唔適應咧？會唔會台灣而家咁多疫情啊點樣咧？咁你係會反反覆覆嘅，呢種就係無知感、不確定性。人係好想有一種 prediction， 咁最好嘅 prediction 有，所以我哋就會信命數啦。如果啲人好中意一啲神秘經驗嘅塔羅牌啊，或者奇門遁甲啊好，或者嗰啲紫微斗數都好啦，咁就會覺得佢話俾你聽你而家當係28歲咁你2年後咧就有一個遠遊一定要移民，咁你咪跌埋心水啦。咁於是都係要走啦咁樣，因為我個命係咁啊嘛。咁你感覺到有一種 guideline咧，你就冇咁多無知感。另一個就信仰啦。咁我有個朋友好朋友就移民咗台灣啦呢排。咁佢喺台灣裏邊，佢話突然間有一晚裏邊，當然佢係受咗好多政治氣氛影響啦。突然間晚夢見裏邊唔知天使同佢講啊，因為可能係耶穌未必得閒啊，咁有派天使同佢講，就話咧似乎咧你要把握呢個機遇去將你嘅信仰去其他地方陌生嘅地方傳教咁樣。佢諗下呢個信息咧就係神叫我離開香港啦，順便要移民啦，咁最後就去咗台灣。咁而家暫時生活都覺得佢咁，但係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係透過知識判斷好唔好移民或者適唔適合移民等等嘅嘢，而係有啟示。咁呢個又係好好嘅喎。所以有信仰嘅人咧，個代價地方就係你少咗一啲自我選擇嘅反省，但係另一方面咧，俾你多咗好多即係指引，你好容易自我暗示㗎嘛。我自己個人批評宗教就係有時過多個自我暗示咧，就以為神對你點樣講點樣咧，呢個會唔會係諗多咗咧咁樣？好嘛，希望你參考下。好啦，最後時間關係咧，失去自我統一性。呢個係頭先所講，我哋突然間有一種脫軌嘅效果，令到我哋發覺我哋所有嘅人倫關係咧，只不過係暫時性嘅。我即使有好好嘅爸爸媽媽喺度好關心我，假如我突然間要死亡的話咧，原來我都要獨自上路，必須要咁樣。呢個 die for yourself
咁就係宗教裏邊咧，就首先有個靈魂，你留意呢個想法。宗教嘅靈魂咧，最大嘅作用係一種自我統一性。咩叫統一性咧？就係我咧係唔會冇咗嘅，我咧永遠係長存嘅。雖然咧我哋知道一啲知識咧就係自我咧大概係7年係嘛？我好耐以前聽過呢啲㗎啦。我哋嘅細胞差唔多換晒㗎嘛。即係如果你當你而家20歲，你13歲嗰陣時咧，同你而家咧係完全冇一個細胞相同㗎咯喎，係嘛？咁因此咧會出現咗，究竟我係咪我咧？咁呢啲問題當然係好哲學性，但係更加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對自我嘅存在咧，有時係會產生一種莫名嘅一種好似失落感嘅。咁宗教嘅靈魂咧叫 something remains， 即係話死後我哋仍然有個統一性，仍然去轉世又好或者咩，我仲喺度。其實我哋怕嘅地方係怕冇咗自己。即使落地獄都好，最少我都仲喺度係嘛？咁呢個可能就係一種我哋叫 compensation 嘅思維啦。心理學講話，我哋好多時有啲嘢太艱難接受嘅陣時咧，我哋反而會用另一個方式去投射，所以係一個 projection 嚟嘅。所以靈魂有冇咧？我哋暫時唔討論，但係靈魂呢個觀念咧，佢個功能咧係令到我哋死後仍然存在，而呢樣嘢咧令到我哋一個好大嘅安慰。當你而家做爸爸媽媽啦嚇，咁你會離開你嘅仔女，離開你嘅孫兒好似我自己諗下，真係我都好錫個孫咁樣發覺有一種除咗恐懼之外咧，真係好捨唔得喎！真係你可以想象我呢種追求無限，好似頭先嗰位太太咁樣嚇。假如我個孫而家佢讀緊1年班啫嘛，咁係7歲，咁我都好想見到佢小學畢業啦嚇。但相信我而家咁為咗習主席咁努力健身嘅陣時咧，咁我估計我都可以睇到佢小學畢業嘅咁樣呢個樂觀嘅。但係咧，我能唔能夠睇到佢中學畢業咧？因為我身體唔係太好喎，我都睇佢中學畢業要80歲㗎咯噃咁可能咧就未必跟到，咁我可以遺憾。我哋更加諗，我真係最想睇到佢大學畢業。我唔敢話等佢結婚或者生 BB， 但係如果我哋真係睇到佢大學畢業嘅陣時咧，例如去美國哈佛讀書，咁專程搭飛機去，當時我已經90幾歲啦，咁能夠睇到佢畢業喺度拍手掌，真係不枉此生啦！呢個我呢個係奢望嚟嘅，但係意思就係呢個唔係我 bucket list，bucket list 咧係應該可以實現嘅。咁但係呢個想法你明白到係嘛？即係話咧，我係唔想自己消失。咁但係你最後你咩都會死噶嘛？咁於是咧你就諗咗有靈魂啦，得唔得？即係靈魂呢個觀念咧，有啲話係一種 masculine 嘅 concept， 個女性應該係能夠生育咧，因此咧佢對自我嘅消失咧係冇咁強。佢例如佢能夠生 BB 係嘛？個 BB 仔啊或者女都好咧，佢會慢慢成長噶嘛。更加重要喺個肚裏邊，即係佢感覺到自己有另一個自我喺身體裏邊分化出嚟。所以母愛點解咁重要咧？或者母子關係咧？遲啲我哋有機會講愛情哲學就講母子關係係所有愛嘅本源，因為佢係一而二而一。個子女冇咗母親唔得，母親冇咗子女又唔得，所以係一種互相嘅叫做symbiotic union即係一種共生結構嚟嘅。咁呢個就愛嘅本源。所以自我統一性係其中一個威脅，係一種 threat， 佢唔係一個對象，唔係怕痛苦甚至唔係怕孤獨添，而係怕自己冇咗呢種消失咧，好似係咩咧？就後邊個 PowerPoint 所講一種無嘅感覺。呢兩個係一體兩面嘅，無咧又叫非存在，英文叫 non-being， 一個係 nothing、being、non-being 同埋nothing， 呢三個係西方哲學嘅一啲哲學概念。佢係代表咩咧？佢係一種好似一個反作用嘅壓力，即係你好似一樣嘢咧，好似黑暗咁樣嚇。你玩過嗰啲遊戲機咪好多時成一個畫面慢慢分黑晒嘅咁樣，嗰種逼力好似會消滅咗我，而令到我向世界虛無中消失。咁我啱啱又睇翻Netflix 一套講黑洞嘅。即係因為我哋係2018年係嘛，咪影到黑洞嘅第一張照片嘅咁樣，咁係嗰個 video 都幾好睇嘅，有時間你有機會參考下。咁 Netflix 裏邊所講嘅就係黑洞咧，好可能係我哋而家嘅物理學裏邊最高度嘅一個問題。
咁另一方面咧，我覺得佢哋嘅描述裏邊咧，佢都會涉及到即係一種警域啊、事件啊啲問題，就係好似黑洞咧，係將所有嘢都吸納去，所有信息入咗裏邊冇辦法出翻嚟，直到 Stephen Hawking 講話有一種叫做霍金嘅輻射嘛，仲有某啲信息出翻嚟嘅咁樣，咁於是令到大家好興奮。咁而家佢哋就討論呢個問題。咁我哋唔係講緊黑洞，而係意思咧，佢有一個象徵，死亡咧就好似個黑洞咁樣，一切嘅嘢去咗就冇信息翻嚟。我哋阿爺阿嫲過身，佢就冇寄過明信片啊，又冇報過夢喎，報夢可能我哋自我暗示啫。所以我哋死咗嘅人咧，似乎我哋唔好再見。雖然喺電視裏邊成日見到曹操啊、諸葛亮啊，甚至見到孫悟空添，但係嗰啲嘢係一種 fictitious 噶嘛。我哋好感覺到對我嚟講咧，虛無感係似乎進入一種無差別嘅狀態。呢句説話講得好好嘅，係海德格講就係咩叫無差別咧？點解我哋怕黑暗咧？黑暗就係你伸手不見五指啊嘛！而家我哋城市裏邊嘅黑暗係有限嘅，即使點樣黑掹掹都你見到手指。我試過以前去大陸旅行啊，好多年前啊，應該都係讀緊大學嘅陣時啊，咁去大陸旅行，咁去到一個農村嘅地方住啊，咁咧就好得意嘅地方，第一次感覺到就係當一熄晒燈，好早瞓嘅喎，9點鐘瞓，熄晒燈啊，出邊又冇乜星光添，冇月光啦嚇，星光太暗啦咁。就突然之間咧，你差唔多有10分鐘裏邊係完全感覺唔到任何嘅光線嘅，到好慢咧，10分鐘後咧，因為未瞓得着咧，你會睇到少少朦朧嘅輪廓，但基本上咧，你分別唔到擘開眼同埋眯埋眼，你用手摸到得感覺到，但係你分別唔到呢個係無差別嘅狀態。另一種情況咧，有一個朋友係喺加拿大住冬天嘅時候好凍啊嘛，佢話開車係用一啲有鐵鏈嘅車啦，好特別。咁但係咧太大雪咧，會到一個階段裏邊，突然間所有都係雪，你前邊裏係白茫茫一片啊，完全係冇差別嘅。佢話突然間會好驚嘅，唔係黑暗啊驚，原來你睇唔到條路，全部係白色嘅，你淨係睇到你嘅車頭嗰個水盤喺度喐。其他嘅嘢咧，前後左右乜嘢都見唔到，你冇晒座標。原來佢話突然間都好驚呢種情形嘅，所以以後都好少當落到好大雪嘅先出去，尤其日頭嚟嘅喎，唔係夜晚嘅喎。咁呢種就係我哋喺一種虛無中消失，呢種又唔係單純嘅消失喎，因為我哋好似仲覺得自己有意識啊嘛。所以咧，佢個感覺我哋有個例子咧，就當你係一個太空人啦，頭先講嘅太空人，咁突然間咧個太空船壞咗。咁冇辦法啦，咁你出去修理嘅陣時咧，突然之間咧嗰條 cable 咧就斷咗，咁你就飛咗出去太空艙裏邊，咁你當然好驚啦。但係喺呢個情形下邊咧，你嘅視覺裏邊就會見到你嘅太空船慢慢越嚟越細，當係冇星光嘅啊，或者係冇背景，就係見到個太空船因為仲有燈啊嘛，慢慢消失。我哋又做 meditation 啦，一路消失，一路消失。消失到最後咧，嗰點光裏邊都再消失埋，你就完全係黑暗裏邊。咁請問啊，喺呢種狀態下邊，你知唔知道自己存在咧？有冇同學答到啊？呢個問題好有趣，我好細個嗰陣時諗過。你知唔知道自己存在啊？知唔知道嘅？如果答知道嘅，打個1字啊；唔知道嘅0啫，打個1字。仲知道嘅1啊，試下大家積極啲。有啲話0，你知唔知道自己存在喺呢個情形下邊？漆黑晒嘅太空船消失咗啦。好啦，點樣知道存在？有冇同學答到啊？暫時呢個情形下邊仲知道，因為你仲有記憶力。你透過 memory，我頭先當然可能係1個鐘頭，你當就睇唔到錶啊，你已經冇晒電力啊咁樣，但你仲存在。假如你唔係窒息咗或者咩，當你有生命嘅，咁呢種生命嘅狀態好有趣啦，就話。你係感覺到自己存在，但係你只能靠記憶。頭先因為你睇唔到任何嘅對象啊嘛，呢個記憶裏邊咧就係記憶到係咩？自我意識一陣間就講啦，自我意識係出現唔到嘅，即係話咧，你首先透過記憶頭先咧我係修理太空船嘅時，可能而家已經隔離咗我心目中嘅心理時間，可能隔咗1個鐘頭啦，同埋記憶剛剛好我離開呢個太空船嘅時咧。我咧就係即係被拋去，頭先係咁撞啊，有啲身體感覺，你仲可以記憶到，
但係好啦，個問題再嚟咯喎，當再過咗一段時間，因為你冇鐘錶啊嘛，冇鐘錶就冇時間參考，就係好耐好耐，當你仲係知道自己存在，即係你嗱而家連你個手嘅感覺都冇埋喎，即係你以為自己可以搣下自己都唔得喎，啊呢啲情形都冇埋感覺，唔知點解冇埋感覺，咁你仲有個大腦啊，你仲有意識啊，咁呢啲情形下邊你意唔意識到自己存在？就透過過去記憶啦。好啦，最後個問題就係、你到咁上下年先記憶都模糊埋啦，或者係冇咗記憶。假如你有生命啊，假如你有一個呼吸系統啊，仲有大腦皮層啊嗰啲咁嘅當下活動，你只不過睇唔到。咁呢種情形下面，可唔可以 reflect 到你自己存在？呢度開始困難啦。即係我舉個例子。你哋冇做過大手術啦，我做過大手術嘅陣時咧，就係麻醉咗好似8個鐘頭。咁8個鐘頭嘅感覺裏邊咧，當然醒嗰陣時咧，周身痛啦嚇，即係因為有啲針啊嗰啲咁樣。我做腎臟移植啊嘛，做咗8個鐘頭。咁醒嚟嘅陣時咧，我首先第一個感覺裏邊係聽到滴滴聲，係聽覺好靈敏嘅。原來係我啲小便滴落去嗰個一個砰砰嘅聲音，成好響嘅，就係我第一次意識裏邊就記得就係滴滴咁，然之後初唔知道滴滴添，而係慢慢感覺係滴啊滴，然之後 identify 佢係滴水嘅聲音。好啦，咁再跟住落去咧，慢慢我先至有身體嘅聲音，就係種痛覺啊，即係痛覺裏邊，哎呀個身唔喐得嘅喎，原來咧係周圍都係。有箍住啊啲嗰啲膠布嗰啲咁樣，咁再進一步咧，開始慢慢醒覺啦，就係、是、開始問我喺邊度啦，咁先意識到啊，我啱做完手術喎咁。咁但係咁嘅反省過程裏邊咧，或者另外一個仲更嘅鮮明就係我做過一次嗰啲睡眠測驗咧，佢有啲鎮定劑嘅，食咗之後我就感覺到就係天花板突然間熄晒燈。但係事實上，我諗咧問翻護士係冇熄過燈，嗰啲等候室嘅裏邊根本着其實你係感覺到突然間眼前黑熄燈，咁就冇意識咯。再跟住咁就拍嚟先生咁樣，咁個感覺佢好似係大概試咗1個鐘頭，但係咧我感覺到真係好似幾秒鐘嘅時間隔離啊！即係一陣間眼前一黑，跟住慢慢有人餓我咁樣。你嘅記憶係如果係咁 frozen 咗，或者係失咗憶嘅陣時咧，咁你喺度，假如你有生命咧，你擺100年咧，同1000年係冇分別嘅喎。所以呢個無差別咧，其實係一個好深層嘅時間觀念。平時咧，我哋好需要有一個 space and time，我係處喺邊個環境裏邊，同埋喺邊段時間裏邊。我究竟係即係有時我半夜醒起嗰時，我喺邊度咧？咁旅行嘅時會諗，咁呢啲係 space time 嘅一種自我肯定。咁但係死亡咧，好明顯就係你冇咗知覺，冇知覺咧，你知道而家知道就係你係唔會意識到自己有個時空感。假如你有存在，假如你有個靈魂啊，咁你喺邊度咧？個問題喺呢度啦。所以喺呢個裏邊有一個想法，頭先個同學講啱就係，如果冇晒任何嘅感知，冇晒任何嘅對象，冇晒對象呢個 object 咧，我哋嘅存在本身係唔能夠顯露嘅。一陣間我哋就講自我意識嘅問題裏邊，點解同死亡咁大關係裏邊？其實我哋所怕嘅，除咗係死亡臨終嘅陣時嘅痛苦啊，或者離別親人嗰種孤清感之外，就係最後呢種。佢好似向我回頭向我施壓迫，於是暴力感產生，呢個就係 dread 啦。睇翻版度，只是我哋睇翻我篇文嗰度咧，嗰度會詳細少少。無嘅方式就係透過呢度咁樣，OK。